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原地產裕新分行嘅 Steph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遊星爬山睇一個低層嘅 Hello B 室，一個原則3房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749尺。景觀方面咧就以樓景啦同埋泳池景為主嘅。咁採光度都好高，基本上咧成個單位都唔使開燈。由翻大門口開始望起先。咁個大門口咧有個好長好深嘅走廊啦，咁可以做個到頂嘅鞋櫃。客飯廳位置亦都相當分明，飯廳做張6人8人大圓飯枱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客廳方面見到業主咧都做咗個電視櫃啦，另一邊加多張3座位梳化，咁已經係好齊全嘅啦。廚房方面都保養得好好，大部分原裝設計，冇咩點大改動。咁客廳隔離咧仲有個露台位置啦。擺放雜物啊、晾下衫啊，都係個唔錯嘅位置嚟嘅。再入，咁首先呢一間咧係個儲物室啦，或者係做個工人房都冇問題嘅。另一邊原本嘅第一間睡房，咁業主咧就改造咗做一個書房位置啦。咁其實見到個位置個空間感咧，做翻張雙人床加個大衣櫃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善用埋窗台空間嘅位置更加實用。浴室啦，咁至於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右邊呢一間咧原本係第2間睡房嚟嘅，咁業主又將佢做咗一個衣帽間啦，兩邊嘅衣櫃都好深嘅做得，咁同樣同第1間房咧一樣啦，有個叫做窗台位置啦，可以用埋。咁呢個就係原則嘅主人套廁啦，同埋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咧有2邊窗嘅，對流通風啦。仲有個工作平台仔。